俗話說得好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尤其係我哋中國人嘅屋企，將床底嘅講究真係好大。好多人屋企財運唔好，成日嘈交，可能就係因為你張床空喺度，招咗唔應該招嘅嘢。你屋企有冇空床？就係嗰啲成年累月冇人瞓，擺喺客房或者次臥鋪住床單，或者淨係得床板嘅床。阿叔同你講，你千祈唔好唔當回事。老話講，空床最陰，呢啲唔係咩封建迷信，係老祖宗傳落嚟嘅規矩，亦都係阿叔活咗大半世，見過太多實例總結出嚟嘅經驗。你係咪有時覺得屋企凍冰冰，無論暖氣開幾大，成身都覺得凍？屋企人要麼接二連三病，要麼心情煩躁，兩公婆成日嘈交，細路唔聽話。甚至做生意嘅成唔到錢，返工嘅成日俾老闆鬧，做咩都唔順心。聽阿叔嘅一句勸，問題可能就出喺將冇人瞓嘅空床度。今日阿叔話俾你知，點解空床會聚陰，佢點樣搞到全家唔安寧。各位，老祖宗留低嘅老話入面有一句叫空床聚陰，全家唔寧。好多人唔明白，覺得床底空住唔係好通風咩？其實喺我哋老一輩嘅風水講究入面，床係我哋每日休息補充能量嘅地方。人一生有1/3嘅時間都係喺床度度過。如果床底空空如也，或者亂塞垃圾，咁樣個氣場就亂晒。你諗下，陰氣最中意匿喺陰暗潮濕唔通風嘅地方。床底如果空到通風，或者變咗灰塵積聚嘅地方，就好容易滋生霉氣，霉氣一重，人嘅運勢自然就向下滑。今日阿叔就教你一個絕招，只需要喺床底放3樣嘢，就可以將啲陰氣趕走，等你嘅財運即刻翻嚟。阿叔唔係吹水，係有道理嘅。我哋人係生猛嘅，身上自帶陽氣，你每日瞓喺張床度，就係用陽氣滋養張床，張床反過來亦都會護住你。呢啲叫陰陽互補。但係一旦張床長期冇人瞓，冇人氣滋養，佢就變咗個空殼，就好似冇人住嘅屋壞得快一樣。空床冇人氣，陽氣入唔到，四周嘅陰氣就會向呢度聚集，聚得多咗就會形成一股陰寒氣。呢股氣唔會乖乖留喺張床度，會擴散到成間屋，將屋企嘅好運同陽氣通通壓落去。第一樣嘢，疊好嘅普通書籍。唔好以為一定要咩名著古籍，只要係正經書，就算係細路嘅課本雜誌都得。書籍承載住知識同智慧，自帶一股陽剛嘅文氣。呢啲正氣可以驅散空床嘅陰寒，填實佢嘅虛空。係空5到8本，整整齊齊擺喺床頭位置，一定要正面向上，唔好歪歪斜斜。或者倒轉放。書籍要保持乾淨，唔可以有灰塵或者霉味。污糟嘅書不但聚唔到氣，仲會滋生濁氣。第二樣嘢就係粗鹽。好多人可能會問，阿叔，鹽唔係煮菜用嘅咩？其實玄學入面，鹽係好有淨化能力嘅，尤其係粗鹽可以吸收空氣入面嘅負能量同濕氣。你可以喺個乾淨嘅小布袋裝一把粗鹽，放喺床底嘅角落度。粗鹽放落去之後，會慢慢吸收啲令你覺得壓抑嘅霉氣。如果你最近成日發噩夢，或者半夜容易驚醒，多半就係床底嘅氣場唔乾淨。放咗粗鹽之後，你會發覺睡眠質量明顯好咗。等過一排，如果啲鹽受潮變色，就將佢拎出嚟掉咗，換過新嘅。呢啲叫除舊迎新。將啲衰運通通掉走。第3樣嘢就係葫蘆。喺我哋傳統文化入面，葫蘆諧音福祿，佢個大肚細口嘅樣，寓意住積入唔出，係最好嘅聚財法寶。而且葫蘆本身係純陽之物，專克制啲陰森嘅氣息。我建議大家揀天然嘅乾葫蘆，掛喺床底嘅橫梁度，或者直接擺喺床頭櫃對住嘅床底位置。葫蘆不但可以幫你將四周嘅財氣吸埋嚟，仲可以將屋企嘅病氣邪氣通通化解。尤其屋企有老人家或者細路嘅，
床底放個葫蘆就再好不過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朋友會問阿叔：我床底塞滿衫同雜物得唔得？阿叔同你講得好明白，絕對唔得。好多人將床底當儲物間，塞到滿滿當當，連條罅都冇。呢啲喺風水上係大忌。床底嘅雜物會令氣流停低，唔喐，變死水一潭。啲舊衫舊鞋堆喺度，時間耐咗就會產生怨氣。你諗下，你每日瞓喺呢啲垃圾上面，你身體可以好嗎？你財運可以旺嗎？所以聽阿叔一句勸，快啲將床底清空。除咗阿叔講嘅呢3樣嘢之外，盡量保持整潔。仲有一點要注意就係床底千祈唔好放利器、剪刀、菜刀或者爛咗嘅電器，全部都要拎走。呢啲嘢帶住殺氣，會刺破你嘅氣場，令你出街容易惹小人，或者同屋企人發生爭執。我哋做人求嘅就係平安順利。居家風水其實就係一種心理同生理嘅雙重調節。當你將床底執得乾乾淨淨，放埋呢啲寓意吉祥嘅嘢，你心入面踏實咗，覺瞓得好咗，日間做嘢自然有精神，精氣神一足，財神自然願意入你屋企門。阿叔今日講嘅呢啲都係老祖宗留低嘅智慧，唔係叫你迷信，而係叫你學識尊重自然，尊重生活。環境好咗，心態自然好，心態好咗，命運都會跟住變好。其實除咗床底之外，屋企嘅大門都好關鍵。門係氣口，就好似人嘅口一樣。如果你門口堆滿垃圾或者鞋亂擺，咁好運都入唔到。你諗下，財神都中意乾淨喎，見到你門口亂晒，人哋掉頭就走。所以大家執床底嘅時候，順便都將門口執一執。放塊紅色地氈，不但睇落喜慶，仲可以擋住門外嘅煞氣。再加上床底呢3樣寶貝，就形成裏應外合嘅效果，保你家宅平安，財氣臨門。好多人話阿叔，我平日返工好忙，冇時間搞呢啲。其實呢啲使唔到你幾分鐘，去買幾個五帝錢，裝2包鹽，整個小葫蘆，都係舉手之勞。但係就係呢啲小小嘅舉動，可能會帶俾你意想不到嘅驚喜。我識得一個老友，以前生意做到一塌糊塗，日日夜夜愁眉苦臉。後來我叫佢將床底嘅爛鞋爛物全部清走，跟住我講嘅擺呢啲嘢。結果唔夠3個月，佢生意就開始有起色，成個人睇落後生咗好幾歲。呢啲就係環境對人嘅反作用力。所以啊，唔好唔當回事，趁呢2日得閒，快啲返屋企檢查下你嘅床底，將啲冇用嘅嘢全部掉咗，將呢3樣寶貝擺上去。生活唔係缺運氣，而係缺一顆發現運氣並且去改變嘅心。各位街坊，阿叔今日講嘅呢啲唔係叫你哋迷信，而係想等大家日子過得更舒服。風水其實就係一種生活環境學，環境順咗，人嘅氣場就順，氣場順咗，身體就健康，財運自然跟住嚟。空床聚陰，雖然睇唔到摸唔到，但係佢實實在在影響住屋企嘅磁場。我哋使10幾蚊買個葫蘆，幾本書就可以幫屋企換個新氣象，何樂而不為呢？如果你覺得阿叔講得有道理，麻煩喐下發財嘅小手，幫阿叔點個讚。如果你對屋企佈局仲有其他唔明白嘅地方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阿叔見到會盡量答你。再次多謝大家支持，我係阿叔，一個專分享居家好運知識嘅普通阿伯。記得訂閱同轉發，等更多朋友受惠。我哋下一條視頻不見不散。